主后2025年9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息甲陪伴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10章第1到6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6章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人子，你着予耶路撒冷知伊所做通厌恶的事，着甲耶路撒冷讲：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你的本基地，你出世的所在是迦南人的地，你的老爸是阿摩利人，老母是赫人。你出世的时，无人甲你挡财，用水甲你洗清气，嘛无人用盐甲你拭身躯，用布甲你包地。无人可怜你，来甲你做这个代志。你出世的时，互人迄伫田野，因为你互人讨厌。我行路对你遐经过，看到你伫血中摇摇动，我对你讲：虽然你规身躯拢是血，毋过你着活落去，着活落去。我栽培你，亲像在照顾园里的农作物。你渐渐大汉，发育诚侪少女，两粒恁结实，头毛长，毋过犹原赤身裸体。我对你遐经过，看你经成熟，为谈情说爱。我用外衫压砍你无穿衫的身躯，甲你立誓结盟约。我至高的上主甲你结约，你就归属我。我用水甲你身躯的血洗清气，搁用油甲你抹。我互你穿绣花的水衫，高级的皮鞋，幼麻布的头巾，搁甲你穿丝绸的外套。我甲你西装打扮，甲你挂手环、破链、片环、耳钩，用花冠甲你戴。安尼，你有金银的装塔，穿幼麻、丝绸甲绣花的水衫。你用上好的面粉、蜂蜜甲橄榄油做食物。你生做真水，水甲会当做女王。因为我至高的上主甲你装塔，互你极水，你的美貌就传遍列国。毋过你靠说家己的美貌甲名声去做娼妓，放纵情欲，甲逐个过路的人行淫。你用你的衫装塔山头段，伫遐行淫。哎，即款代志无应该有，将来嘛无应该发生。你摕我互你贵重的金银珠宝，铸造查甫人的相，亲像妓女甲因行淫。你用我互你绣花的水衫甲因抹地，搁甲我互你的油甲香料献互因。你搁将我互你的粮食，就是上好的面粉、橄榄油、蜂蜜，摕去做芳芳的祭物献互因。代志就是安尼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。你甚至将你甲我生的后生查某囝当作祭物献互偶像。你家己的淫乱还无够是无？你搁刣我的儿女当作祭物，互火烧献互因。你做妓女，甲做通厌恶的事，甲你细汉的时赤身裸体，伫血中摇摇动的情况，拢放袂记得。至高的上主继续讲：你惨啊！你有灾祸啦！你做这个歹代以外，搁伫城内起造回楼，伫宽阔的所在起拜偶像的悬台。
你伫街头巷尾起造悬台，互你诶美貌变做通掩护诶。你阁放纵情欲，甲所有过路诶人行淫。你甲好色诶厝边爱吉行淫，你放纵情欲来惹我受气。所以我要伸手刑罚你，收回我互你诶福分。我要将你交互怨恨你诶非利士人，虽在因对待你，连因嘛因为你诶淫乱感觉见笑。毋过你还无满足，搁甲亚述行淫，安尼嘛还无满足你淫乱诶欲望。你搁甲熬做成你诶巴比伦行淫，就是安尼，你犹原无满足。至悬诶上主阁讲：你实在互我非常受气。你做遮诶代志，亲像毋知见笑诶妓女做。你伫路头做回楼，伫广场起悬台，伫遐行淫。你比妓女较毋值，因为你无要摕人诶钱。你是淫妇，宁可甲外人私通，无爱家己诶丈夫。妓女是甲人摕礼物，你颠倒送礼物互爱人。你引诱因对逐所在来满足你诶情欲。你甲一般诶妓女无相款，毋是人来找你行淫，是你去找人。你无收人诶钱，颠倒倒贴。你甲其他诶妓女颠倒并。呾你即个淫妇耶路撒冷，着听上主诶话。至悬诶上主讲：你放纵情欲，为爱人露显你诶下体，甲因行淫。搁摕家己诶儿女做祭物，献互通掩护诶偶像。所以我要甲你所有诶爱人，无论是你介意诶，也是讨厌，对逐所在调集来攻击你。我要伫因诶面前甲你烫光光，互因甲你规身躯看了了。我要审判你，亲像审判行淫甲杀人诶查某囝。我要伫大受气甲怨怒中甲你刑罚，甲你处死。我要将你交伫因诶手，因要拆毁你诶回楼，毁坏你诶悬台，扒你诶衫，抢你诶珠宝，互你赤身裸体。因要带军将来攻击你，用石头甲你钉死，用刀剑甲你剁喙。因要放火烧你诶厝，伫真侪妇女诶面前甲你刑罚。我无要互你搁做妓女，了钱倒贴爱人。安尼，我诶大受气才会消，我诶怨妒才会煞，我才会平静，无搁受气。你袂记得细汉诶时，我安怎对待你？颠倒做遮诶事，惹我受气。所以我要照你诶所做报应你。你已经做遐侪可恶诶事，是安怎要搁行淫？至悬诶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讲：若有人要用俗语甲你骗相，一定会讲：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你真正甲你诶老母相款，去杀家己诶丈夫甲囝儿。你嘛甲你诶姊妹相款，去杀家己诶丈夫甲囝儿。你诶老母是赫人，老爸是阿摩利人。你诶大姊是撒玛利亚，伊甲伊诶查某囝住伫你诶北边。你诶小妹是索多玛，伊甲伊诶查某囝住伫你诶南边。你学因诶所做，做通掩护诶事。毋若安尼，无偌久，你伫逐方面拢比因搁较歹。至悬诶上主阁讲：我记我诶性命立誓，你诶小妹索多玛甲伊诶查某囝无做
你甲你的查某囝所做的歹事。看咧，你的小妹索多玛会做是安尼，伊甲伊的查某囝会做是骄傲，就是因食米充足、安稳过好日子，毋过无照顾困苦甲散车的人。因骄傲，做我看做厌恶的事，所以我甲因消灭。这样事你已经知。撒玛利亚犯的罪，较无你的一半。你所做可恶的事，比因搁较侪。你所做可恶的事，煞互你的姊妹比你较正直。你既然为着你的姊妹辩护，当你着承担家己的见效，因为你犯的罪比因搁较可恶，煞互因比你较正直。但你着知通见效，因为你互你的姊妹看起来比你好真侪。上主对耶路撒冷讲：我要互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对受掠的地倒转来，嘛要互你甲因做伙倒转来。安尼，你才会晓因为所受的侮辱来感觉见效。互你的姊妹得到安慰。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要恢复早前的盛况，你甲你的查某囝嘛一定会安尼。伫你车赢罪恶还未显露的时，你敢毋是捌踢笑索多玛？当你要互以东人、非利士人甲周围怨恨你的人甲你踢笑。你要为着家己的淫乱甲所做可恶的事受报应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至悬的上主讲：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，因为你违背对我咒诅的话，废除甲我立的约。虽然是安尼，我要记牢我伫你少年的时甲你立的约，搁建立伊诚做永远的约。你接纳你的大姊小妹的时，要想起你以前所做一切来感觉见效。虽然我无安尼甲恁约定，我要甲因交互你做你的查某囝。我要建立我甲你立的约，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赦免你所犯一切的罪过，互你为记得这事来感觉见效。毋敢搁开喙，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信息甲陪伴，先知以西结出世伫祭司家庭，大约伫主前597年，和犹大王约雅斤同齐受掠到巴比伦。主前586年，耶路撒冷受巴比伦攻破，南国犹大灭亡。伫国家遭逢巨变的时，身为蒙古奴的以西结，伫巴比伦受上帝呼召，成做先知，阁受派到以色列人遐传讲审判的话。面对国家的巨变，以西结对耶路撒冷提出严厉的指控和上主的审判。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通讲是背叛上主的历史。今仔日的经文描述，上主初次看见以色列，伊亲像拄出世就遭受放杀的婴仔，还未长才，满身是血。上主对以色列生出怜悯之心，收养伊，互伊发育成长，成做亭亭玉立的少女。第二次相遇的时，上主甲少女以色列立下3明海誓之约，确定彼此夫妻的关系。伫爱情、婚姻的滋润下面，少妇以色列变做美貌绝伦的女王，美名传遍列国。想袂到，美貌却成做以色列放纵败坏的开始。
伊竟然利用伊的美貌和名气，放荡纵情，来者不拒。伫宗教上，伊对上主不忠，用异邦的神明献祭；伫政治上，伊毋信靠上主，甲周围的强权，亲像埃及、亚述和巴比伦结盟，希望借着军事革命解决国家的危机。面对耶路撒冷的盲目无知，先知以西结以妓女的淫行来形容伊对上主名誉的背叛。先知指责耶路撒冷背叛上主的罪行，比亡国的撒玛利亚搁较严重。因为耶路撒冷对上主不忠毋信，先知以西结指出伊必定受到上主的惩罚，遭受衫仔被烫光光的羞辱，最后惨死踮围观的人的石头和刀剑之下，甲远受怒火烧毁。为什么上主所任命竞选一手带大汉的以色列，最后落甲安尼凄惨的地步呢？是上主无能，还是以色列不忠？以西结指出，是以色列蒙恩背义，背叛上主，才遭受安尼的惩罚。总是上主拯救的计划，从来袂因为人的败坏就受阻挡。虽然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前后，拢因为背叛上主遭受亡国，上主要坚守甲因所立的约，做永远之约。上主应允，将来要赦免因的罪，互因得到复兴。人类的败坏无法度救家己，只通仰赖上主不变的慈爱甲怜悯。上主信息不变的疼，赢过人类的背叛。只要人愿意回转相信上主，的确会当蒙得赦免，生命得到救赎，过着得胜的人生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有相信上主无？还是简单相信家己？伫生活中，我有相信上主无？还是简单相信家己？咱来祈祷。慈悲信实的天父上帝，你的慈爱赢过你的惩罚。当我因为惊失迷受你惩罚的时，求你互我知影，重新回转归向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